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东池上乡的路牌，是请11位的书法家来写的毛笔字体。也毋过，即摆居民认为，虽然这个路牌真有艺术，但是有的毛笔字看无，会增加困扰。 街路边一块一块青色的路牌啊，甲驾驶带路，是讲你敢有注意到，这路牌真无共款。路牌啊，即卖改做真艺术的毛笔字，台东池上乡公所独创书法的路牌，邀请11位书法家亲身来写，是讲到底是要经艺术，也是实用，引发着讨论。 原本的路牌采用乌体字，无啥变化，也毋过嘛较好辨真。池上乡的书法路牌虽然趣味佮深色，也毋过亲像新生路，有的人就掠准是亲生路，有的人掠准是最生路，只是半曲实在是看拢无。我是觉得不是很明显，看不出来。没有到感觉很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什么路什么路。确实都是第一眼望过去的时候，会有一点不知道看哪里。事实上，当时池上乡受到风灾影响，造成真侪路牌毁损。规划重新制作的时阵，才决定结合书法。也毋过，即卖嘛有民众点情，质疑讲这个设计是不是已经违法？所谓的字体的不符合标准，其实我们也查阅了相关的规定啦。那其实针对这样的一个字体，本来就有分为正体字跟变体字。那这样的变体字，它没有很明确的规范。 路牌典型艺术，包括林海明甲蒋勋拢捌学到过，是讲变怎设计甲好看、佮实用，政府单位也得爱加上一个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